越夜越美丽的台北，大大小小的夜市是现代化都市中最有人情味与台湾味的地方。其中士林、通化街、饶河街、华西街可说是台北夜市的4大天王。目前的通化街夜市已经规划成临江街观光夜市，有各种美味小吃可大快朵颐之外，还可边散步边逛街购物，而且沿街随处可听到各种喧哗的叫卖声。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以客家话来招揽生意呢？其实早期的通化街可是客家人北上创业的新生地。位于临江街的大德生药行的李德俊回忆当年从新竹竹北来到通化街的情形。应该40年、46年啦吼，来研究通化街，通化街虽然咱是壮下应该拄个35甘蔗，到早就去点处理退了后吼，还有就做摩天梯好做，还是上好特别做工啊，做工啊，现在特别客家种。了然后通化街，无他个一个风机穿可能漂浮啊这样。那是我别我做呢，差不多奶高诶，烂奶大概就别个用啊片的就别个啊，炖咧用马竹讲诶，马竹讲诶，炖咱用奶啦分样。所以创了也是个许多人别有的当国家是去相当人物要主题曲的呀。由于通化街、临江街地势低洼，遇雨就淹，所以叫坡心角。因为客家人不少，又称坡心角为客庄。客家人移民通化街的人数在民国45年前后最多。也许是客家人的天生个性使然，住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像在自家顶楼的铁皮屋顶上种植蔬菜的柳太狗呢，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刘家菜园。那个通化街，我4岁送退别。7岁搬到通化街，差不多38年嘞。了退别做上你的故乡的啦。因为你乡人吼，从小咧边仔是学生啦吼，也勤俭。像上了个电脑个了当吼，也冇做埋种，所以上种了菜。你讲种出来时候，从你天时就种菜瓜个掉吼，像一打时打到别人跳的时候，你做10下落分饮茶个掉吼，到时做个这个敦亲睦邻来个工作，一方面也做些事。一方面要做些出来先就讲吼，做那个像冬天送了当还是可能个样水瓜一跳一跳动还像心情动溃拢安样。来自新竹新埔的柳太狗，有着客家勤俭的精神，利用回收后的保利龙鱼箱，种植10多种有机蔬菜的空中菜园，看到不只是生气盎然的蔬菜，更看到人与泥土那种无可取代的感情，充分展现客家人聚族而居、落地生根的个性。而位于通化街39巷的通化福德宫，早期以闽南人为主，由于客家人对北公的信仰极为虔诚，因此成为客家人信仰中心的客家庙。了解北公庙啊，是因客家人嘅寄托的哦。因为客家人是特别乐了通化街先摸外面好拜啊，因客家人习惯性伫下边从16种啊，拜公拜啊落啊吼，所以到了到有只北公庙，所以是客家人就专门来，所以伊好人当部分讲你北公庙个客家庙迄才变体有人抗议过，到了目前非常北公庙非常繁荣，非常灵验，你所有求的真较多，你求忙是真较在的目的，所以今日我中南部人之为。都叫做景象。乡愁定居，台北客家，一群离乡背井迁徙北上生活的客家人，历经艰辛岁月，将人文荟萃的台北打造成客家族群的新原乡，形成台北独特的客家文化。下一次来台北临江街观光夜市时，不妨用不同的角度来感受客家人多元化的融合，你会发现客家人强韧的生命力。正所谓台北同化成景，客家文化成港。